今仔全台湾拢是温度真悬、真烧热的天气。气象局早起嘛将对云林、花莲等7个县市发布高温资讯，北方面的台东可能会有小风。明仔载开始水汽减少，温度会愈来愈热。大台北地区这礼拜4、拜5嘛有可能会出现37度的高温，嘛是今年热人上热的一段时间咯。所以提醒民众出门都要做准备，嘛要加啉一寡茶。透早日头是真美，不少民众拢甲凉伞、帽啊等等风拍的物件带出门。气象局表示，这礼拜天气是愈来愈热，全台湾拢是侪云到好天，而且针对云林、花莲等等7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，也那台东可能会出现火烧风。大致上从今天礼拜1开始，整个西南风就会逐渐的增强，台东地区就开始会有这种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。气象局指出，拜一天气甲礼拜差不多。过道局部地区会有雷公雨，不过为拜2开始到后一个礼拜，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，水汽减少，吹西南风，各地高温会愈来愈明显。大台北盆地甚至可能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，也是今年热人以来上介热的一段时间。周5、周6在大台北地区可能会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情况。整体来说，整个温度高温的时间都会持续的比较长。气象局提醒，这礼拜日是各地气温可能会到36度至37度，持续高温烧热，而且紫外线真强。民众出门都要注意，唔通晒到伤，预防着沙，水嘛要加啉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